各位同學，老師今日想同大家溫習一句句式，係有時有時。大家準備好未啊？我哋一齊開始啦！大家平時望上天上嘅月亮，見唔見到個月亮係乜嘢形狀嘅呢？喺唔同時間望天上嘅月亮，佢係咪都係一樣㗎？喺唔同嘅日子，我哋見到嘅月亮都有唔同嘅形狀。我哋可以點樣用一句句式嚟表達喺唔同嘅日子，我哋會見到唔同形狀嘅月亮呢？我哋可以咁樣寫：月亮有時缺，有時圓。呢句句子表達咗月亮有兩個特點。同學仔一齊諗下，月亮有時缺，有時圓。呢句句子講嘅兩個特點，請問係唔係同時出現嘅呢？答案係不是啊！用有時有時呢個句式表達兩個特點，係代表緊呢兩個特點並不是會同時出現，而係會輪流出現嘅。月亮係唔會同一時間又缺又圓㗎，所以缺同埋圓會喺不同嘅時間出現。我哋嚟個小總結啦。有時有時呢句句式可以講出一種事物或者人物有不同嘅特點，而呢啲特點係輪流出現嘅。而家大家嘗試運用有時有時嚟形容下面嘅圖畫，觀察下圖畫入邊嘅星星，兩幅圖畫嘅星星有咩唔同呢？如果我哋一開始話天上的星星有時多，後分句應該寫 A 有時少喎，定係 B 有時明亮呢？既然前分句係寫有時多，即是表達緊星星嘅數量，咁所以我哋寫後分句嘅時候就應該揀返形容數量嘅句子，即是 A 有時少啦。完整句子係天上的星星有時多，有時少。圖中入邊嘅媽媽十分忙碌，媽媽有時會忙着做飯。我哋可以點樣將呢句句子續寫落去呢？我哋會唔會寫 A 有時忙着睡覺，還是 B 有時忙着掃地呢？如果要表達媽媽好忙碌，我哋就應該揀 B 有時忙着掃地啦。因為如果你揀咗 A 忙着睡覺，就唔能夠反映到媽媽忙碌啦。完整句子表達係媽媽十分忙碌，有時忙着做飯，有時忙着掃地。好啦，各位同學仔，我哋一齊諗下，我哋上體育課嘅時候，大家會做啲乜嘢？老師有4個選擇俾你。A 有時洗澡， B 有時跳繩， C 有時吃東西， D 有時轉呼拉圈。各位同學啊，你會揀邊兩件事情放落我哋呢句句子上面啊？大家記住要諗返上體育課時嘅情景喎。冇錯啦，我哋會揀 B 有時跳繩，同埋 D 有時轉呼拉圈，因為呢兩件事情都係我哋體育課嘅時候會做嘅。完整句子表達係上體育課時，我們有時跳繩，有時轉呼拉圈。各位同學都好叻喎！而家我哋試下接受另一個挑戰。
一陣間老師會顯示3句句子，大家一齊讀一讀、想一想，判斷一下句子運用有時有時係唔係運用得正確啊！一齊睇下第一句。放假的時候，我有時看電視，有時畫圖畫。呢句句子係咪運用得正確呢？冇錯啊，係正確㗎。呢句句子講咗我哋放假嘅時候會做唔同嘅活動，呢啲活動係會輪流出現，唔會同時出現嘅。第二句，天空有時烏雲密佈，有時陽光普照。呢句句子又係唔係正確嘅呢？呢句都係正確嘅句子啊！講咗天空係有唔同嘅情況，而烏雲密佈同陽光普照一般都唔會同時出現嘅，佢哋會輪住出現。句子3，操場裏小明有時踢足球，小智有時打籃球。呢句句子運用有時有時，又係唔係正確呢？係不正確嘅，因為句子入邊有2個人物，又有小明又有小智，我哋就唔應該用有時有時嚟描述啦。同學仔係咪都做啱晒啊？嚟到呢度應該大家都溫習好呢句句式啦。而家請同學點擊影片下面嘅連結，完成埋一個嘅小練習啦。再見。